即擺消費者足驚去用頭翕，是紅仔冊店在遐拆落來，結果拆唔到的，竟然是煙霧火警的警報器啊！民眾像呢去紅仔冊店消費看冊，離開後店員要並發現講店內設備互人破壞，上設備風吹落來，唔那塑膠殼破去，內底線嘛拆掉。那我們正常是這樣子安裝，是2個。本來天幕應該安裝正式煙的警報器、甲感熱器，不過這間房間敢若剩一種設備，另外一邊敢若剩一個空。店家懷疑講，人客可能當作設備內底有監控的 MI 機，才想要甲拆掉。裝針孔這種事情一定是犯法的，詢問過店家同意會比較好，畢竟那還是店家的東西。就是溫和一點，就請店家拆下來給我，就是讓我確認一下。這間在高雄新興區中正2路的紅仔冊店內部真寬，除了外牆有卡電式個人的帷幕，規劃獨立的房間，在公共區域部分有安監視器，方便管理和安全維護。是能體諒啦，但是就是因為是第一次發生，知道客人會困擾，但是就是可以詢問。破壞行為和生意人真無奈，為了避免類似情形再發生，店家強調講會提早甲人客說明。可能牽涉刑事上的毀損，或者是民事上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。那刑事上的毀損必須是故意要使這個毀損的情形發生。最近有真濟偷翕的事件，敏感的時間和民眾提高警覺。若是講真正有顧慮，應該先反映，唔通家己去共拆掉，除了造成生意人的困擾、財物的損失以外，這款行為嘛已經違法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